歡迎收睇台灣大選嘅特備節目。一如預料，台灣今日變天，民進黨第2度上台執政。今日我哋請嚟時事評論員馬家輝上嚟同我哋傾下呢個選舉嘅結果㗎。喺呢個時候我哋先睇睇選舉嘅結果先。點票已經係完成咗㗎啦。民進黨嘅蔡英文就攞到689萬票，得票率係56%，擊敗咗國民黨嘅朱立倫同埋親民黨嘅宋楚瑜。佢哋兩個人加埋得票都唔夠蔡英文多㗎。今屆藍綠版圖亦都起咗啲變化。台灣政治嘅傳統就係藍天綠地，呢個就係4年前總統大選嘅版圖。綠營只係能夠喺南部嗰度佔優啫。但今次選舉之後一片變咗綠色。唔計外島啦，國民黨只係保得住東部嘅花蓮同埋台東。特別要提嘅就係朱立倫自己擔任市長嘅新北市佢都保唔住，比佢前年選市長嘅時候少咗20萬票。向來藍營根據地台北市繼前年市長選舉失利之後今屆亦都係失守。朱立倫喺大概夜晚7點鐘嘅時候已經係承認落敗。蔡英文8點半就先舉行國際記者會，之後就喺民進黨競選總部外邊答謝佢嘅支持者。一齊睇下佢哋點樣講。我曾經說過，我拼了命也要把各位的淚水轉換成笑容。各位，我們都做到了。我知道這些年來，你們對蔡英文有一個小小的抱怨，就是大家認為我太過理性，從來不公開表達我的情緒。所以，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說，如果大家真的很高興，那我們就大聲的為台灣歡呼一次，好不好？好不好？對不起大家。朱立倫讓大家失望了，我們失敗了，國民黨敗選，我即刻宣布辭去黨主席的職務。你傾之前不如睇埋過去幾屆總統選舉啲得票結果先。2000年嘅時候民進黨係第一次執政，當時陳水扁嘅得票係唔夠40%嘅。之後幾屆到08年，國民黨嘅馬英九得票率就58%，創咗新高啦。到今次選舉，蔡英文就大勝朱立倫，得票率係大約56%。呢個得票率雖然就破唔到馬英九嗰個紀錄，不過睇翻咁多年嘅歷史已經係綠營嘅一次新高嚟㗎啦。有啲咩象徵性嘅意義呢？其實今次咩大勝咧，2年前9合1選舉已經預期㗎啦。咁選投票前嘅民進黨咧係哀兵政策即係仍然唔敢話自己贏梗咁樣嚇。咁今次一如所料啦贏咗咁全面執政啦，總統同立法院啦咁對民進黨嚟講，蔡英文嚟講梗係好大嘅責任，好大嘅期待。其實亦都係好大嘅困難。點解呢？因為依家已經完全要拋開藍綠對決、兩黨對決呢個模式去睇台灣政治嘅。依家變成1+3或者1+N， 一個好強勢嘅執政黨，然後加國民黨，而且越嚟越會崩潰嘅潰敗嘅國民黨，然後其他嘅黨、第三勢力啦、親民黨啦、台聯啦各局係咁玩嘅。咁而任何嘅議會政治啦，外國嘅經驗話俾我哋知啦，咁嘅情形下公共政策嘅好容易變成不穩定啦，會換人啦，首長換人啦，行政院長等等，或者公共政策嘅空轉嘅因為以前當1對1嘅時候咧，好簡單，你嘅敵人只有一個，或者你嘅對手只有一個，你擺平咗佢就得嘅。依家好難擺定啊嘛，國民黨佢雖然弱勢越嚟越弱啫，佢會反擊噶嘛。而所有嘅大黨變小黨嘅反擊嘅方法都係激烈化嘅，佢可能變成比你民進黨以前嘅手段更加激烈。咁梗係親民黨基本上反國民黨同埋第三勢力咁我哋要咁樣睇即係政治係咪碎片化呢？呢個問題都好值得討論當然都要睇下蔡英文自己嘅本事。蔡英文就係成為第一位嘅女總統。其實今次係佢第一次贏選舉嘅啫。到底佢係一個點樣嘅領袖呢？我哋一齊睇睇佢嘅出身同埋經歷先。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2016年我又準備要做總統了。喺台灣出咗一個女總統，亦都係16年嚟第3次政黨輪替。59歲嘅蔡英文台北長大，留學英美。
博士論文寫嘅係國際競爭法，返到台灣做咗政治大學最年輕副教授，曾經參與入世談判，又做過陸委會嘅主委。蔡英文04年至加入民進黨，06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好像不是特別會，口才特別好，可是講話比較實在，然後作風比較溫和，不是隨便開口就罵，很會罵人的那種。他跟民進黨的差異，某個程度拉了民進黨一把。民進黨被前總統陳水扁同埋屋企人連串弊案打擊。08年蔡英文接任黨主席。身為第一位女黨魁，佢一直冇贏過大型選戰。10年角逐新北市市長，輸咗俾國民黨嘅朱立倫。12年佢挑戰爭取連任嘅馬英九競選總統，以80萬票落敗。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氣；你可以悲傷，但是不要放棄。蔡英文喺敗選之後成立小英基金會，到台灣各地考察。那他們不跟錢，他們每天坐在這裡幹嘛？他是寵物。我找一個有上市那個實體的。準備咗2年，佢喺14年帶領民進黨喺地方選舉大勝，感謝台灣人民。 6個直轄市長之中贏到4個，聲勢一時無兩。蔡英文宣布參選總統之後，民望一直大幅領先。睇到蔡英文呢個人同以前我哋睇開綠營民進黨嗰啲領袖啊，嗰個性格好唔同，望落好似冇乜個人風采咁樣。到底有咩吸引人嘅地方？因為人係受難者家屬，咁蔡英文始終係學者出身嘅，但係雖然冇打贏個選舉，但係做過官嘅嚇，陸委會主委同行政院副院長，當時2個特點好被肯。